第12章，基督嘅救恩。基督徒嘅信仰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信仰嘅不同在於，其他嘅宗教及其教師不但將人們必須遵行嘅戒律教俾佢哋，以便喺今生同來世過得幸福，而且仲督促佢哋嚴於律己，遵行呢啲教導。但係基督徒卻認為，所有嘅人都已經知道自己應當遵行嘅教導，所以人們不但不再需要咩教導，而且最糟糕嘅係，佢哋既不能，亦不想遵行神嘅律法。由於人類嘅敗壞到咗極點，十惡不赦，神就親自差遣耶穌嚟，作人類嘅代表，替人類擔當罪孽。耶穌喺十字架上完成咗呢一使命。不但佢喺十字架上被人棄絕、被人譏諷，而且作為人嘅罪嘅象徵同化身，佢仲成咗神對人嘅憤怒同審判嘅替罪羊。咁樣一嚟，耶穌贖清咗人類一切嘅罪，解決咗罪嘅問題。不過，人必須承認自己係一個罪人，沒有能力自救，並要接受耶穌基督作為個人嘅救主。當一個罪人憑信心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佢唯一嘅救主時，神就稱佢為義。神要每一個人為自己做出呢個決定。不僅如此，神仲應許我哋，凡信耶穌並且相信神因為耶穌嘅死而赦免我哋一切罪，相信呢句話嘅人，佢就要將聖靈賜俾佢，即佢嘅靈要進入到信嘅人裏面去。佢哋因此要重生，成為新人，進入他的國。佢哋嘅心志完全唔同，佢哋渴望行善，並且有力量行善。呢個就係福音，大好嘅消息。呢個亦係本章嘅主題。本章主要係耶穌嘅門徒保羅書信嘅摘要。保羅書信摘錄：我不以福音為恥，因這福音本是神嘅全能，係拯救所有信徒嘅。首先係猶太人，然後係其他國家嘅人。神嘅正義就係通過呢個福音顯現出嚟，自始至終係以信心而實現嘅。正如聖經所記，憑着信心而被神認為義人嘅，必定能生存。基督嘅福音對嗰啲將會滅亡嘅人嚟講係愚笨嘅，但對我哋得救嘅人嚟講，卻係神超然嘅全能。經常記住話，我神要毀滅聰明人嘅智慧，讓學者不能了解。智慧嘅人喺邊度？經學家喺邊度？世上講哲理嘅人又喺邊度？神已經使呢個世界上嘅智慧成為愚昧無知。其實世人盡憑住佢哋本身嘅聰明，係不能夠認識神嘅。呢個亦係神嘅智慧。神超越一切，採用世人認為愚昧嘅方法嚟宣揚福音，去拯救嗰啲誠心相信嘅人。有啲人以神蹟作為相信嘅依據，更有啲人探求哲理作為信心嘅根由，而我哋卻傳揚被釘十字架嘅基督。呢個對一啲人嚟講係極大嘅侮辱，對另一啲人嚟講完全係荒唐。但對蒙神選召嘅嗰啲人嚟講，呢個福音均是神嘅全能，神嘅大智。因為神嘅愚笨已遠超過人嘅智慧，所謂神嘅一點微薄之力，亦遠超過人為嘅力量。因為眾人既不信又不義，並以不義壓制真理，所以神從天上降下震怒。人類對神應有嘅認識係容易了解嘅，因神早已顯示於人。神雖然係肉眼看不見嘅，但佢永恆嘅全能同神力，從創世以嚟，人類
可以透過大自然中嘅萬物，毫無困難咁領悟出嚟。因此，人不能有咩借口話唔認識神。但係佢哋明明知道神嘅存在，卻故意唔尊敬佢，唔感謝佢，反而內心變得更加虛渺，思想愚昧，漸漸心智就迷糊不清。人們自認有智慧，其實愚蠢至極，以必死嘅人、飛禽、走獸、爬蟲等偶像嚟代替永恆嘅神嘅榮耀。因此，神遺棄咗佢哋，任憑佢哋隨心所欲做出下流嘅事嚟，以致玷污咗自己。呢個就因他們放棄神嘅真理，寧願接受虛偽謊言，敬拜侍奉被製造出嚟嘅東西，而不敬拜嗰位創造萬物嘅神。神先至係永遠被稱頌嘅。阿門。因此，神任憑佢哋放縱可恥嘅情慾，女人違背咗正常嘅男女關係，男人亦放棄咗同女人嘅正當關係，而同性相戀，彼此欲火攻心，男人同男人做羞恥不堪嘅醜事，變態嘅結果都親身遭受到應得嘅報應。既然人故意不承認神，神就任憑佢哋敗壞落去，做嗰啲不正當嘅事，使人心裏充滿住各種邪念、邪惡、貪心、惡毒、妒忌、兇殺、鬥爭、蒙騙、幸災樂禍、惡意中傷、誹謗、憎恨神、侮辱人、傲慢、自誇、惹是生非、背逆父母、喪盡天良、不守信用、不仁不慈、冷酷無情。佢哋明知神會判定做呢啲事嘅人萬劫不復嘅死罪，但係人們不但自己去做，更慫恿別人亦同流合污。論斷別人嘅人啊，你自己亦不能幸免。你喺咩事上論斷別人，就喺咩事上定咗自己嘅罪，因為你所做嘅同別人做嘅完全一樣。我哋都知道，無論係邊個做呢啲事嘅人，係必定要受到神公正嘅審判。你該諗一諗，你論斷別人嘅罪，然後你自己再犯同樣嘅罪，難道你能逃脫神嘅審判咩？你唔知道神寬待你係喺度等待你悔改咩？你係咪輕視佢嘅仁慈、寬厚同忍耐？其實因你一直頑固不化，不肯悔改，乃是替自己積蓄神嘅憤怒。喺神以公義施行審判嘅嗰日，將有更重嘅刑罰輪到你嘅頭上。神要按照各人嘅行為回報各人。嗰啲堅持內心行善，力求神所賜嘅榮耀、尊貴同永生嘅人，要獲得永恆嘅生命。嗰啲自私自利、不順從真理而跟從不義嘅人，必受到神嘅震怒同刑罰。所有作惡嘅人，無論係邊個，都逃不了從神嗰度降下嘅患難同痛苦。但係所有行善嘅人，無論係咩人，神要賜俾佢哋榮耀、尊貴以及平安同喜樂，因為神係冇偏見嘅。正如先知記載，世界上沒有不犯罪嘅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沒有人明辨是非，也沒有人尋求神。人人都背棄神，變得毫無價值。沒有人行善，連一個都沒有。人嘅喉嚨像敞開嘅墳墓，佢哋用舌頭欺騙別人。佢哋嘅嘴唇沾滿蛇毒，滿口咒罵同刻薄。為咗殺人流血，佢哋健步如飛，所經過嘅地方都留下破壞同悲慘。人從來唔知道和平係乜嘢，佢哋嘅心眼裏根本沒有神。因為每一個人都犯咗罪，都不配得到神嘅榮耀。但如今靠住神嘅恩典，靠住耶穌基督嘅救恩，每個人都可以被神賜予為義人。神將耶穌作為世人贖罪嘅代價，憑住佢嘅血，讓所有信佢嘅人得蒙赦罪。所以只要相信讓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嘅嗰一位，
神就認我們為義人，因為耶穌為咗我哋嘅罪而犧牲，亦為咗使我們成為義人而復活。我哋因相信而被認作義人，託主耶穌嘅福已經同神和好啦。亦即係話，我哋相信主耶穌，才能站立在神嘅恩典中，又能盼望分享神嘅榮耀，並且以呢啲事為榮。當我哋無望無助又背叛神嘅時候，耶穌頂替咗我哋而犧牲啦。喺呢個世上，如果話有人代替恩人去死，係有可能嘅，但不可能有邊一個人會代替同自己毫無關係嘅一位正直嘅人去死。但係耶穌當我哋充滿罪惡嘅時候，代替我哋去死，因而更顯示出神對我哋嘅愛。我哋由於耶穌嘅血已經被認作義人，而家憑住佢更可以免受神嘅憤怒啦。當我哋敵對神嘅時候，神通過佢嘅兒子耶穌嘅死，使人同神和好。既然現在已經與神和好，憑住耶穌嘅生命更可以得到救恩。不但如此，由於耶穌，我哋仲能以神為榮。罪嘅後果就係死，但神通過主基督耶穌賜俾我哋永恆嘅生命，作為超然嘅禮物。如今所有信賴基督耶穌嘅人都不被定罪，呢個係因為耶穌嘅緣故，我哋得到聖靈嘅幫助，已經脫離咗罪同死嘅約束。由於我哋對罪嘅軟弱，所做不到嘅事，神卻代我哋完成咗。為咗免除人類嘅罪，神差遣自己嘅兒子耶穌嚟到世上，讓佢變成帶罪嘅肉體，並判定咗耶穌為罪人，以佢嘅死嚟頂替我哋嘅罪。神咁樣做，乃係要我哋不隨從自己嘅本性，而服從聖靈，好讓我哋實現神嘅要求。被自己本性左右嘅人，只考慮滿足自己嘅慾望；服從聖靈嘅人，顧念聖靈嘅要求。服從自己本性嘅人，結果要遭到滅亡；但服從聖靈，就會得到永生與平安。因為人嘅本性係反抗神、敵對神嘅，亦絕對不能服從神所定嘅法則。因此，所有隨心所欲嘅人，絕對不能夠得到神嘅喜悅。如果神嘅聖靈存在於你心中，你就不會隨從自己嘅慾望生活，而係被聖靈帶領。人如果沒有基督嘅聖靈，佢就唔係屬於基督嘅人。基督如果存在於你心中，你嘅身體雖然因罪而死，但聖靈卻靠基督賜你永生。如果嗰個使耶穌復活嘅聖靈存在於你心中，神亦必通過聖靈使你嗰個原本會死嘅身體活過嚟。因此，弟兄姊妹們，我哋如果隨住自己嘅意思而活，必定滅亡；但如果靠住聖靈排除自己嘅意思，就必得永生。所有讓聖靈引導自己嘅人，先至係神真正嘅兒女。我哋接受咗神嘅聖靈，唔係讓我哋好似奴僕一樣懼怕，而係要我哋成為神嘅兒女。靠住聖靈，我哋能夠向神呼喚：天父啊，我的父親。呢個聖靈喺我哋心中，證明我哋係神嘅兒女。既然係神嘅兒女，我哋就有咗神嘅福澤繼承權，可以同基督一同承受神嘅產業。如果我哋必須同基督一同受苦，就必定同佢一同享受榮耀。我哋相信，而家我哋所遭受嘅各種苦楚，同我哋將來要得到嘅榮耀係無法相比嘅。我哋係憑住盼望而得救嘅，盼望就係等候一件目前所睇唔到嘅事，已經在眼前嘅，點能稱盼望呢？我哋所盼望嘅就係嗰啲看不見嘅，因此我哋必須忍耐守候。其實
聖靈亦輔助我哋嘅軟弱。我哋唔知道該點樣禱告嘅時候，聖靈會親自用不可言傳嘅情感代替我哋向神求情。看透人內心嘅神，了解聖靈嘅意思，因為聖靈係按照神嘅旨意替我哋向神祈求嘅。我哋知道神安排萬事係為咗所有愛佢嘅人都能得到好處，因為我哋都係按照佢嘅旨意被選召出嚟嘅。神預先知道我哋，就早已挑選咗我哋。神亦預先命定我哋要同佢兒子相似，好讓耶穌喺眾兄弟當中成為長子。神預先選定咗我哋，最後又召集我哋嚟，並且認我哋為義人，使我哋得到榮耀。咁我哋該講咩呢？神既然喺我哋呢一邊，就冇人能敵對我哋。神連自己嘅兒子都捨得為我哋犧牲啦，神一定會將所有嘅樂意賜俾我哋。冇人能控告神所挑選嘅人，神已經宣布我哋無罪。冇人能定我哋嘅罪。死而復活嘅基督耶穌，如今喺神右邊，佢替我哋向神求情。冇人能夠將我哋從耶穌嘅愛中隔絕，盡管係患難、困苦、逼迫、飢餓、貧窮、危險、死嘅威脅，亦都唔受影響。聖經上寫住：主啊，為咗你，我哋隨時面對死亡，像待死嘅羔羊。但靠住愛我哋嘅主，雖在逆境中，仲係得到榮耀嘅勝利。我哋深信，無論係死、係活、係天使、掌權嘅、而家嘅事、將來嘅事、有勢力嘅、高遠嘅、深處嘅，任何被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哋與神嘅愛分離。呢個愛就係喺我哋主基督耶穌嗰度。